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到第9节，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医治。耶稣基督的医治神迹通常都建立在人们对他的信心，因为他经常的告诉得医治的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人们通常是在遇到困境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开始寻找解方，就是得医治的方式。所以许多病人啊、瞎子啊、瘸腿的啊、癫痫的啊都来找他。以赛亚先知时期，以色列人在面对叙利亚以法莲的联军的攻击，人心惶惶。圣经形容他们像是树上树枝随着风摇动，没有信心。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到第9节描绘了他们的景况。在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叙利亚王利逊与跟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无法攻破这城。叙利亚军队开始进以色列的境内的消息传到犹大王那里，王和人民非常的惊惶，他们的心正像树枝一样狂风摇摆一样。于是上主对以赛亚说，你带着你的儿子施雅述去见亚哈斯王，他在上次那水沟的尽头通往漂布场的大路上，你去提醒他，要他镇定，不要胆怯惊慌。利逊王和他的叙利亚军队呢，以及比加王的怒气不过是像2根烧尽了的木头所冒出来的烟。叙利亚跟以色列王结盟的确另有阴谋，他们企图侵犯犹大，威逼犹大人民归顺他们，然后永立他比勒的儿子做王。但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他们的阴谋一定不会实现，因为大马士革不过是叙利亚的首都，利逊王不过是大马士革的首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以色列，他在65年之内也会被打败亡国。撒玛利亚不过是以色列的首都，比加王不过是撒玛利亚的首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们的信心不稳固，一定站不稳。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工作，除了传讲真理的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赶鬼啦、医病啦。马太福音20章29节到34节记载了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2个盲人的故事。他们离开耶利哥的时候，一大群人跟着耶稣走。有2个盲人在路旁，一听见耶稣经过，就大声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大家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可是他们更加高声的喊叫，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停下来，叫他们过来，问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动了恻隐之心，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的能够看见，就跟随了耶稣。耶稣基督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们的信心，因此他们就得医治了。这也正是基督徒应当学习的信心之功课。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
不要因作恶的人懊恼，不要羡慕行不义的人，他们要像草一般，很快的就枯干；他们要像花木一样的凋残。要信靠上主，努力行善，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享受康宁。要向上主寻求喜乐，他一定成全你的心愿。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信靠他，他会帮助你。他要使你的公平和如光照射，他要使你的正义如正午太阳。要耐心等候在上主面前，不要因兴盛的人而懊恼，不要因恶魔得逞的人而不平，不要气愤，不要发怒，不要懊恼，这对你有害无益。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作恶的人要被赶走。感谢上帝赐下救恩，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就得到医治的救恩。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困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